弟兄姐妹平安，周间信息题目：祭血的神。圣经Katakan出埃及记30 lagu 4 Jepang 4 ko Safau Tusir Agapi taong do rumah akawas nauhani utapang kaku saka mainap kaku to mi taungai to rumah akawas。不可敬拜别神，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，名为祭邪者。新译本将翻译为不可敬拜任何别的神明，因为我上主绝不容忍跟我对立的神明。神热爱他的百姓，渴望与他的百姓有极其亲密的关系。神用他祭血的爱看守着他的百姓，不容第三者介入他与百姓之间的亲密关系。而以色列百姓就是不了解神祭血的爱。神多次多方借着恩典的作为和先知的话语，向以色列人表明他的爱。以色列人仿佛瞎了眼，看不见神对他们的事实，反而对神说：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？认识神的爱，并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，需要借着圣灵。以弗所书说：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，荣耀的天父，把圣灵赐给你们，这圣灵会给你们智慧，启示你们认识上帝。Nanay mapafli no tatama nay wama kawas no tabang ita ci Yesus Kristo kamu tu fang jalai akingu unini fang jalai akingu i upafli ai tu saka ci taneng namu bahapina ngai tu saka fana namu tu kawas。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知道神的秘密，对神有亲密的认识，深入的了解，可以与神越来越亲密。我们必须经常在圣灵里与神相交，求智慧和启示的灵将神奥秘的洞察力赐给我们，将神的心意开启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亲密的与神同行，与神的关系越来越深入。雅各书说：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神是个君子，虽然他渴望与我们有亲密的关系，但这个关系取决于我们，而不是神，因爱是不能勉强的。我们必须愿意来亲近神，用信心踏出一步，才会感受到神也跨出一步来亲近我们。我们愿意踏出第二步，更加亲近神，才会感受到神也跨出第二步来亲近我们。事实上，神渴望与我们有亲密的关系，亲密到一个地步，住在一起，所以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有恩典，有真理。但这还不够亲密，耶稣告诉我们一个与他更加亲密的方法：你们要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。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
当耶稣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你们里面，你们要住在我里面，耶稣给了我们一个亲密的地方，像家一样的地方，让我们可以真的住在里面。在家里我们不需害怕，可以放下自我武装，十分自由释放，不用忧虑，不用神经紧张，不用背负压力。在家里我们可以大哭大笑，拥抱跳舞，我们可以与主有这种释放，自在亲密毫无遮掩的关系，一直与主紧紧连结，像枝子连结与葡萄树，才能为主多结果子。信心使徒史密斯·威克士维尔牧师向人描述自己早晨如何亲近神时，以欢乐的口气说，我从床上跳起来，在主面前快速跳舞，至少10到20分钟。我在房里跑跑跳跳，称颂神的伟大奇妙，告诉他我多么欢喜能与他联合，做他的儿女。然后我跪下来祷告，亲近神，读圣经。史密斯·威克士维尔牧师天天与主有亲密的相交，住在主里面，所以能为主多结果子。今天是圣灵的时代，我们可以借着圣灵与他同住。他复活升天之后，将圣灵浇灌下来，开启了一个新的空间，让我们可以在里面自由移动，不需要害怕，是一个充满爱的家，为我们舍命的主耶稣相交。主耶稣那一份完满的爱驱逐所有的惧怕。老约翰说，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。住在这充满爱的家，我们毫无惧怕。我们必须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，在灵里真知道神，看见神，认识神，与父神越来越亲密，住在父神亲密的同在中，才能引领别人看见神。阿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不可敬拜任何别的神明，因为耶和华是祭血的神，要我们单单的敬拜他。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，使我们更认识他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阿